各位点传师，各位灵任，各位前贤大德们晚安。今晚由乐音前贤导读，那我们先再等他一下。思婷由后学来帮忙导读。前灵任可以开始了哦。好，点完师、领任，各位前贤们晚安。今天由后学来学习导读。没有出来，思婷没有，我没有出来，你有出来吗？奇怪，我的怎么会？心机了。有出来。好，恭送恭送般若蜜多心经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无明，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，亦无老死尽。无苦即灭道，无智亦无得，以无所得故。菩提萨埵依般若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。三世诸佛依般若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故知般若蜜多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。故说般若蜜多咒，即说咒曰：揭谛揭谛，般若揭谛，般若僧揭谛，菩提萨埵吼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一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亲，灵宝齐鲁灵三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。若在中原三星地，
大正视窗王桃心，天真收颜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。云雷震开物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连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元显化在古东。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混言古彻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。因而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。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。是得西来白杨子，香耳点铁化成金。每日自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衰一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。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。八大金刚来护法，是为菩萨救众生。仅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。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娥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年弘法显神通。扯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身罗七宝星。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。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。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取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。吾皇赐领稷下生，收服南延归正宗。来往造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因而刹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持念1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。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。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眼太保阿弥陀佛10叩，1叩再叩3叩4叩5叩6叩7叩8叩9叩10叩手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2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轻。灵宝齐入礼三地，拈花义正考三圣。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视窗王桃心。天真收颜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。云雷震开物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连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元显化在古东。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混言古彻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。因而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。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。是得西来白杨子，香耳点铁化成金。每日自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衰一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
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防来对号，报事灵通查得清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经典文部接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是为菩萨救众生，仅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，扯起照旗遮日月，头顶身罗7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气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养弥勒尊，吾皇敕令记下身，收服难言归正中，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因而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1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，亡了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眼太保阿弥陀佛，10叩，1叩在口，3叩，4叩，5叩，6叩，7叩，8叩，9叩，10叩手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3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轻，灵宝齐鲁领3地，拈花印证考3圣，落在中原3星地，大正视窗往桃心，天真收言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雾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莲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元显化在古东，南北2极连中训，混言古彻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合同，因而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今年去超生，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得连铁化成金，每日自心常持念，3灾8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衰一马念无声，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世，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通查得清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经典文部接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是为菩萨救众生，仅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，扯起照旗遮日月，头顶身罗7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国驾，
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两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，吾皇敕令记下生，收服南延归正宗，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因而刹母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一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力。南无天眼太保阿弥陀佛，10口，1口，再口，3口，4口，5口，6口，7口，8口，9口，10口手。回向文，弟子姓氏训你各报自己的姓名。前训赵语，长明，敬女洪思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诵经功功德，回向于土耳其大地震，回向于土耳其其大大地地震震，受难者与患难者，受难者者与罹难者，恳叩祈求恳叩祈求弥勒祖师、弥勒祖师、南海古佛、南海古佛、济公活佛、济公活佛、业慧菩萨、月慧菩萨、慈悲做主、慈悲做主、愿受难者愿受难者早日康复，早日康复，远离病痛恐惧，远离病痛恐惧，愿罹难者愿罹难者早日安息，早日安息，往生极乐净土。往生极乐净土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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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点完师领任，各位全贤们，后学学习在这里，感恩，晚安喽。感谢。谢谢阿钱领任导读哦，也谢谢各位。谢谢阿钱，读得很棒。感恩哦，全贤慈悲哦，感恩领任慈悲。晚安，全贤们晚安。感恩护天的慈悲，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。点人师各位点传师啊，领任晚安，再见。领任和主党团主全贤，再见，优秀的全贤们，大家晚安。晚安哦，领任呢？领任晚安哦。晚安，全贤们晚安，领任晚安。